其实蛮有意思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只能说几个现象。第一个 ，Plus League 在第一季，它市场上的声势做得非常成功，因为它的人气、它的组织动员，它所创造一个热闹的场面，带动了整个篮球产业。所以为什么 T1 League 会有这么多的企业跟新球队想要组成？这是 Plus League 它的成功带动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篮球在台湾的确是一个最迷人的运动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台湾的国球不是棒球，因为棒球发展的层面太小，我们在国际赛的成绩确实很棒，但是真正台湾深入我们生活的人气最旺的应该是篮球。所以我常常会开玩笑说，台湾的国球就是篮球。所以这也显示台湾篮球的根真的扎实在那个地方。所以 Plus League 第一季这么的成功，带动了整个篮球的产业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，也得到了更多的赞助商跟球迷的认同。所以这股形势催促了 T1 League 的诞生。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健康而且比较全面性的看法。谈到 T1 League 之后，我要先谈一下 Plus League。其实 Plus League 它的缘起应该是第一个，它源自于 ABL 东南亚直篮。另外，它是从梦想家跟富邦在加入 ABL 之后，它第一个赛季的主场经营的整个声势，创造了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适合目前台湾的模式。第一个，它的人员组织动员；第二个，它充分运用社交媒体的各方面的资源；第三个，它把很多的所谓的奈米的赞助商、很小的赞助商集中起来。所以它创造一个很棒的主场的声势跟模式，再结合地方县市。所以你注意看，有地方县市的资源，有集资股东跟企业的资源，有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，然后再组织动员，把整个人气给炒上来。那么这是一个成功的复制模式。Plus League 第一季证实它很成功，所以现在其实 T1 League 接下来它要做的，也就是复制这个成功的模式。因为至少过去这1-2年，我们看见了梦想家的主场、富邦的主场，新的赛季包括新竹工程师的主场，它的人气都是沸腾的，赞助商都是满意的，而且最重要，球迷买单啊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以复制、可以再一再的贴上的一个成功的模式。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，2个联盟总共有10支球队要来均分这个市场的时候，这一套的复制模式能不能成功，能不能创造同样的人气、同样的热度，吸引球迷同样的买单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。所以 T League 会采取什么模式，其实就是复制 Plus League 模式。那 Plus League 就是复制在 ABL 的时代，梦想家跟富邦它的整个经营的模式。但是这种组织经营的模式，它靠的是组织动员，它靠的是一个社群的串流所创造出来的。它的实际收入，它的动员能量，我觉得这都是还需要时间来证明。我觉得这也是新的赛季，不管是 Plus League， 不管是 T1 League， 他们在整个票房、在整个人气、在整个组织动员上，他必须要接受更严格的考验。